Hello，我係阿 N。炎炎夏日，好多人都會趁放假去游水，我就不嬲每個禮拜都會游一次水，已經變成咗個冇水係生存唔到嘅人。變咗做怪物啦！游水嘅人越嚟越多，所以今日就嚟分享一啲游水嘅自私或者乞人憎嘅雷行為啦。喺快線嗰度游正中央，而且游得超慢，唔係話游得慢唔得，只要游嗰陣盡量靠埋一邊游，咁就唔會阻住後面嗰啲人啦。雷電指數係1。今朝起身啦，都頭有啲暈咧，有冇睇中醫啊？本身有藥嘅，飲埋晒嘢苦到死。喺泳池中間或者頭尾停低傾超耐偈，唔單止阻住人，仲要嘥啲精神去留意唔好撞到佢哋。如果唔小心撞到佢哋嘅話，佢哋仲會啤翻你轉頭，好似係你做錯咗啲乜嘢咁。好心你哋要傾閒偈嘅話，唔該去嬉水池或者上水傾，或者匿喺池嗰啲角落頭嗰度慢慢傾個把，唔該。雷電指數係3。好犀利嘅鬼！大佬入錯片場啊！有啲人呢本身就有上天嘅祝福，手長腳長，求其揮一下手腳就可以攞一條命。游水嗰陣要成日留意佢哋啲一舉一動，如果唔係就好容易俾人當係沙包咁打。問題係佢哋有時未必係特登嘅，所以撞到呢啲人呢，就只可以換一條線嚟游。雷電指數2。呀哈！細路仔真係多人驚，10個有9個喺泳池入邊都係國家跳水隊，池邊跳、起跑跳、屈膝跳，樣樣跳齊，超級危險。淺水得滯咧，會撞到頭或者背脊，隨時變植物人。如果有人喺度嘅話咧，就打孖一齊入院，隨時俾人告翻轉頭。救生員未必睇得晒，屋企人或者教練最好睇實翻啲細路仔。有起事上嚟會好麻煩。雷電指數5個雷。What the？ 呢種游法好似喺邊度見過咁。雖然冇人話游水係禁止打橫或者打斜游，但係我相信一般人係打直咁樣來回成個泳池咁游嘅。咁樣嘅話會以啲數圈係咪計自己游咗幾多米？咁樣嘅八字游法，我淨係喺一種情況見過嘅啫，就係船上面嘅 gyroscope calibration， 中文應該叫做陀螺儀嘅校正。除此之外，我都未見過其他人用。唔好彩撞到呢啲人呢，仲要隔開幾條線游先得。呢啲人唔該放生到大西洋游。雷電同埋乞人憎指數5雷。唔使多講，超級核突，係咪冇公德心？呢啲人唔該直接放生到地府。有人講過，將自己嘅作品公開，就等同於將自己朵花公開俾人睇。會唔會其實嗰啲人只不過係將自己嘅作品公開俾人睇㗎咋？OK，咁放生到 OnlyFans 啦。游泳池係一個同時帶俾人健康同埋歡樂嘅地方。但係如果做出一啲冇禮貌或者危險嘅行為嘅話，唔單止會留下啲可怕嘅回憶，仲可能會傷害到自己同埋其他人。
如果大家喺游水嗰陣多啲顧及其他人嘅感受，咁大家就可以盡情玩得開心，一齊創造好多美好嘅夏日回憶。呢部分諗多咗啦。以上就係一啲游水嘅類行為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，拜。